梨園趣事第19集，粵劇正本同首本嘅爆笑變遷，從全班大混戰到個人 show time。Hello， 各位聽眾朋友，歡迎嚟到梨園趣事第19集。今次我哋要講嘅係上世紀粵劇梨園嘅一場演出大革命，從日場嘅正本戲到夜場嘅首本戲，再到新劇時代嘅大變身。40年前，粵劇有嚴格規矩，日場係全班合演嘅文武大戲，夜場就係名角嘅個人對手戲。但隨住改良風潮，呢啲規矩被打破，連帶好多搞笑故事。今日我哋會講下正本同首本嘅幕後八卦，仲有老倌們點樣喺舞台上爭光。準備好未？一齊跳入粵劇嘅演出江湖啦！正本戲嘅全班大混戰，日場嘅馬拉松。話說喺40年前，粵劇演出有嚴格嘅規矩，分日場同夜場。日場演嘅係正本戲，係全班上陣嘅文武大戲，故事有中有間，有精有淫，角色齊全，連閒角都有一腳。嗰陣一個粵劇班人數多到百幾人，唔似而家得5大台柱加幾個副角。正本戲由正午演到黃昏，長達5-6個鐘頭，觀眾睇到腰酸背痛，但仲係愛到唔捨得走。正本戲嘅頭場通常由2、3幫嘅副角開場，中場先輪到正印名角，尾場又係正角唱主角。如果正角覺得某場太閒，可以俾其他劇員頂上。重頭戲多數喺下午4、5點，觀眾知道呢個時間先係好戲，於是紛紛入場。有次一個粵劇班演六郎敘子，點知2幫嘅小武唔熟台詞，喺頭場亂講一通，話今日天晴，適合綁子。台下觀眾笑到碌地，以為係搞笑設計。正印花旦上台後好淡定，接住唱天晴晴更清，綁子顯真心，救翻場，仲贏得滿堂彩。正本戲係副角嘅試金石，新丁如果喺正本戲表現出色，就有機會被班主睇中，升做正角。聽講有個小武喺正本戲演兵卒，因為一個翻騰太型，台下觀眾拍手到手紅，班主即刻提拔佢做小武正角。後台同伴笑住話：你呢個翻騰翻出咗事業啊！小武好幽默，回話翻騰唔難，翻到班主心動先難。呢啲正本戲嘅機會，真係俾好多新丁開啟星途。首本戲嘅個人秀，夜場嘅名角時刻。夜場就係首本戲，通常分3出短劇，每出都係正印名角嘅對手戲。生旦配搭嘅愛情戲最受歡迎，武戲同喜劇就靠武生、小武同男丑撐場。首本戲係名角嘅 show time， 劇目多數係佢哋嘅拿手好戲，唱腔同身段都係頂級。觀眾睇首本戲，專程為名角而來，絕對唔會失望。有次一個正印花旦喺夜場演帝女花，點知道具花籃喺台上散晒，花旦好機智，邊執花邊唱，花落情不落，痴心永流傳。台下觀眾以為係劇情設計，喊到滿場紙巾。後台班主笑住話：你呢個散花，散出咗票房。首本戲嘅魅力就係名角嘅個人光環，台上一舉一動都俾觀眾迷到暈。仲有次一個武生喺首本戲演武松打虎，點知假虎頭太舊，喺台上甩咗一隻眼。武生好淡定，拎住虎頭唱虎眼落，英雄氣不落。台下觀眾笑到拍爛手掌，仲話呢個武松連壞道具都打得咁型。首本戲嘅短小精悍，真係俾名角有無限發揮空間。新劇時代，正本同首本嘅沒落，隨住粵劇全盛時期，新劇越編越多，正本同首本嘅規矩開始變。有啲新劇太普通，或者演到韻地，班主就將佢哋改成日場演出，取代正本戲。例如金葉谷、七言卷咁嘅經典正本戲，因為觀眾睇慣新劇，
慢慢被雪藏。有次一個粵劇班試演金葉谷，點知觀眾嫌太長，半場就走咗一半。花旦喺後台喊住話：我唱到心血出，觀眾走晒係咩回事？班主笑住安慰：時代變，觀眾想睇新劇，舊戲留住紀念。夜場嘅首本戲亦都無幸免，3出短劇嘅模式被一本過嘅新長劇取代，個人對手戲變成全班合演。新劇雖然精彩，但場數少咗，節奏快咗，觀眾嘅口味都跟住變。有次一個小生喺新長劇演主角，點知唔慣全班合演，喺台上同花旦撞位。小生好機智，順勢唱撞位不撞心，愛情更真摯。台下觀眾笑到碌地，以為係搞笑設計。後台編劇笑住話：你呢個撞位撞出咗新火花。觀眾嘅新眼光，粵劇改良嘅影響。粵劇嘅改良唔單止改變演出模式，仲改變咗觀眾嘅眼光。以前觀眾鍾意正本戲嘅曲折同首本戲嘅個人魅力，但新劇時代，佢哋愛上快節奏同靚畫景。有次一個粵劇班喺省港演新劇，用咗福能河景，燈膽閃到觀眾眼花。點知燈膽突然短路，台上變 disco， 花旦好淡定，唱星光閃，愛情更閃。台下觀眾拍手到手痛，仲話呢個 disco 景值晒票㗎。新劇嘅全班合演模式，俾副角同新丁更多機會。有個二幫花旦喺新劇演配角，因為一個舞步太靚，台下觀眾即刻記住佢。班主喺後台話：你呢個舞步跳出咗正確嘅路。花旦笑住回：跳得好，仲要跳到觀眾心坎。呢種新舊交替嘅變遷，真係俾粵劇注入新活力。正本同首本嘅傳承，粵劇嘅星光精神。正本戲同首本戲雖然喺新劇時代淡出，但佢哋嘅精神仲喺。正本戲俾新丁機會，首本戲俾名角風采，兩者都係粵劇嘅靈魂。希望你哋聽完呢集，會對粵劇正本同首本嘅故事多一分愛。如果你有機會，不妨揾下《六郎敘子》或者《帝女花》嘅經典片段，感受下粵劇嘅新舊魅力。好，講到呢度，今集嘅梨園趣事就圓滿結束。記得喺留言區同我分享你嘅粵劇故事，或者話我知你想聽咩梨園八卦。多謝收聽，下次再見。